看咱国内消息，在地人在地前要来讲婚林，这个婚林未了四大宫庙之列景环宫呢，成立超过300档啊。为了要迎接妈祖婆的圣诞，延续100年的传统，为昨4月10日开始，有进行6天5暝绕境释放。 浦乡一日灯，为了景环宫妈祖嘛正式起价。为了景环宫妈祖婆照顾在地乡亲超过300年，嘛是福林县海线重要妈祖的信仰中心。讲拢爱行了10外景的这个宫庙啦吼，妈祖吼包行过，互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五谷丰收吼，大家当大赚钱。福林县长张立生嘛来到现场恭请妈祖婆上桥，伊嘛讲景环宫那是福林县重要的妈祖信仰中心，嘛希望透过妈祖婆出巡，用高健的方式，让妈祖婆会当照顾到大家。透过伊安尼祈愿绕境的时阵互咱众生不仅是心安啦吼，可以当安心啦吼，会当安全，会当健康啦吼。 景环宫卖伫咧4月2日邀请兵荒园来到北寮演出，30号暗时举办接受大典，欢迎大家小招来到北寮，同齐庆祝妈祖婆圣诞千秋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